如果你係女士，擔心屁股下垂冇線條嘅話，咁我今次會介紹3個唔使器材嘅動作俾你，等你喺屋企都可以練習到蜜桃臀。第一個動作叫做 kickback， 咁開始姿勢就係咁樣嘅，單腳拎起，腳板底向天啦，向天撐起到最高嘅時候啦，試下谷實 pat pat 嘅肌肉，每一下上到頂都要。做30秒一邊，之後就另一邊再做30秒。第二個動作係可以訓練到 pat pat 外側嘅肌肉嘅，開始姿勢都係差唔多啦，係咁樣開始嘅。試下將個膝頭哥向外舉起。舉到最高嘅時候咧，你要收緊 pat pat 外側嘅肌肉。咁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，雙手係要保持伸直嘅，即係唔可以側埋一邊身去做，咁樣係冇效嘅，得唔得？係啦，提到最高，收緊 pat pat 側邊嘅肌肉，每邊做30秒。第3個動作我哋會做深蹲嘅，咁我哋8字腳企啦，試下坐低啲，呢個就係開始嘅姿勢啦。咁今次我哋做深蹲咧，做個幅度好細嘅啫，係咁細幅度嘅，得唔得？咁做嘅時候，你要諗住 pat pat 呢個位咧，係要保持係有用緊力嘅感覺嘅。係啦，心口挺起，背脊要直，保持呼吸，做30秒呢個動作，就係呢3個動作啦。咁試下輪住嚟做啦，做晒當一組。咁每日咧可以做3至4組嘅，每日做，堅持1個月，你就會見到臀部嘅線條有改善。